話俾你知一個吸引好運同美貌嘅玄學秘密，你越係唔在乎結果，越係專心做事，結果反而會特別好。你越係緊張，越係容易出錯。真正嘅強大唔係硬扛，而係接受。接受事情可能唔會按計劃進行，接受自己會犯錯，接受唔係每個人都中意你。當你允許一切發生，你就會變得特別放鬆同柔軟。生活就係遇到問題解決問題。如果你驚嘅事真係發生咗，嗰都係一種解脫。你會放下壓力，揾到新嘅力量，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就好似寫字，你一心想寫好，反而寫唔好；放鬆落嚟卻寫得唔錯。呢個就係無心生大用，做事純粹一啲，少啲雜念，只關注當下該做嘅事，唔理發生咩事，就似冇事一樣，照飲飲食食，情況自然會慢慢變好。如果問題而家解決唔到，就放住先，繼續往前走。等你變得更犀害，好多問題自然就唔係問題啦。別讓貪心同執着綁住你，簡單純粹先有力量。唔好計較小事，只管做好自己嘅事，別太在乎結果。放輕鬆，上天俾乜嘢，我哋就享受乜嘢；拎走乜嘢，我哋就接受乜嘢。要得越少，得到越多，一無所求，先能夠真正自由。